來看有84棟歷史的新德市消防博物館，這是目前全台灣保存上界完整的消防建築。經過5棟外修復，今仔日已經正式重新對外來開放，而且這內底呢，嘛有設防災的體驗，來建立民眾的防災知識。用手大力個搖，就發出警報聲。這台是已經有30多年歷史的水靈車，過去捌用過這台古董水靈車拍火消防隊員，講到過去攏是火藥。出勤的第一輛車都是由這一台來出勤，那由指揮官駕駛，那指揮官關坐這邊，另外兩側各要有一個苗子手一個負責幫忙搖蜂鳴器。那後面還要有2位為苗子手，一個敲警鐘。新德市消防博物館是1942年起的，到今已經有84年的歷史。過去捌是大新德地區上懸的建築物，經過5棟外的修復，拜5重新開放。建築師表示，因為建物的袂少建材，目前市面上已經攏找無，也有修復過程遇到袂少困難。它的瓷磚非常特別，是那個布紋磚。布紋磚現在已經沒有生產了，包括一些比較舊的材料，我們都要去把它仿做，然後再做回去，按照古蹟的工法做回去。早期這個是新竹最高的一個建築，那尤其我們可以看到6樓頂的鐘樓的部分，以前都是我們在那邊是一個守望相助值班的一個地點。那因為這個早期是最高的一個地點，所以那邊有值班的人員，他一看到哪邊有火或是煙，我們就會指派消防車前往。消防博物館除了展示過去的消防設施以外，在內底也有地動、消火、防護這些體驗施設，讓民眾會當在參觀歷史文物的時，會當加強防災的知識。記者杜君和新潮報道。